大家好啊！啱啱中原地產都公布咗呢個中原城市租金指數，呢個指數又再創新高啦，去到歷史高位130點嘅。咁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過咧，就自從2019年啦，有社會事件同埋有呢個疫情之後啦，租金指數其實就慢慢回落，去到一個低位，去到2023年咧，其實呢個指數穩步上升嘅，去到而家都去到一個歷史高位。有幾樣嘢特別留意翻嘅，第一留意到咧，其實就2月份咧，傳統嚟講都係租務淡季。但係個指數都繼續有一個穩定嘅上升，其實反映咗市場嘅需求都好大。咁第二點咧，留意到咧就係個別區份咧，佢哋都有統計嘅。我特別留意到就新界東咧，其實就 keep 住都創緊一個新高嘅。點解新界東可能比較熱門咧？我估計啦，因為喺附近有大學同埋學生嗰個需求比較多啦，咁所以個租務都比較旺嘅。縱觀嚟講咧，其實租金持續上升咧，其實呢個趨勢都維持咗大概可能2-3年啦。最主要我覺得有幾個原因啦。第一就嗰個人口結構變化啦，多咗好多喺國內嚟嘅專才啊學生，咁對嗰個市場上面嘅需求會大大增加嘅。咁第二啦，都係反映翻而家嗰個樓市啦，個住宅嘅樓價其實就喺高位慢慢跌落嚟之後，雖然有一個緩穩嘅上升趨勢，咁但係亦都唔係太過明顯嘅上升嘅。咁所以有一部分嘅用家啦，可能都比較審慎，可能先租再買物業嘅。咁所以亦都對個租務市場嘅需求再多一啲人去參與咯。咁所以嚟緊啦，其實如果作為一個投資者，或者可能你係想買樓，或者可能想租樓嘅話，其實嚟緊睇到個指數向上升嘅趨勢下咧，究竟有啲咩策略咧？咁我都可以俾少少意見嘅。假如咧你而家已經持有緊一個物業，可能攞嚟做投資或者收租嘅啦，我建議可能都繼續持有嘅，因為其實如果睇翻個指數咧，傳統旺季租金嚟講，我哋講緊係大概可能暑假時間啦，比較多人去揾樓或者換樓嘅。咁所以我估計去到年中或者年底，其實個租金可能會另一個新高嘅。咁所以而家你有持有物業咧，其實個樓價亦都未必話好明顯咁反彈上升，亦都有一個好嘅穩定租金收入，有個高嘅租務回報啦。其實不妨可以再持有多一段時間咯。咁調翻轉啦，假如你而家未持有物業啦，可能你係租客嘅，可能就要留意翻啦。如果你個租約可能就嚟到期啦，死約期過咗，甚至可能要開始同業主傾緊加租啊、續租嘅情況下咧，都要睇睇個市場嘅狀況啦。你可能預計本身可能個租約2年前傾嘅租金同而家一定會有一個升幅嘅。咁所以租客可能都要盤算翻啦，究竟係租樓啊，定還是繼續去參與買賣啦？買樓可能就變相就唔需要面對翻呢個租金上升嗰個損失咯。假如你係一個物業嘅投資者啦，咁其實我覺得而家都係一個比較好嘅時間去物色一個物業去收租嘅，因為幾個要點啦。第一就個租金其實持續上升啦，咁其實保障到你一定有個穩定嘅租金收入，同埋個需求都大，其實揾租客都唔難嘅。咁第二啦，市場上邊嗰個樓價其實可能未必同個租金咁同步跟得咁貼嘅，佢上升嘅速度未及租金咁高，咁所以相對嚟講，你計翻啦樓價同埋個租金嘅比例，可能都會有一啲比較租務回報高嘅物業，仲喺市場上面都有嘅。咁我覺得可以從呢個方向去搜羅一啲合適嘅物業去作長線投資咯。咁其實我哋公司都有一啲租務管理服務嘅，幫投資者或者業主啦。如果佢自己未有時間去處理，我哋亦都可以有同事幫佢一條龍咁，由收租到嗰個物業嘅保養維修，都一條龍幫佢負責翻嘅。咁如果有興趣租務管理服務嘅，可以睇我哋公司網頁或者致電俾我哋查詢。